有足痛苦的，无咧，我来救啊！闪！你这位大哥，你是安怎将阮阿舅当作精神，搁摕这个皮鞭安尼咧甲伊拍咧？这是家己做起来，啥物人都无法度救伊啦。阿舅，你无伫咧保家，哪会走来这个所在咧？迄嘛毋是我家己爱来，我是讲无常一多万事休啊，想要到就是艰苦的开始。啊，你哪会来车啦？我会记得顶一回，好亲像是这个附近看过阮阿娘，我是专程来找阮阿娘的啦。恁阿娘叫啥物名咧？阮阿娘就是老氏青茶啦。老青茶。哦，伊去互带去迄边山去咯。真是的哦，真多谢吼，阿舅，我要紧来去找阮阿娘。好嘞，叫我来救我。阿娘，你受苦啊！阿娘，你一定捌倒枵啊吼！我才有饭圆，你紧食。这哪是饭圆？这是汤圆嘛！哪会变安尼？饭圆袂食，无要紧。阿娘，我这有水，啊无咱莫食饭圆。这水会啉的，我啉互你看吼。好啉，阿娘你紧啉。阿娘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阿娘你是安怎变安尼？阿娘，阿娘，你要紧无？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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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娘。你倒位艰苦，你甲我讲，你是倒位艰苦？阿妈阮用袂烧你，规巴来就艰苦的。阿娘，我看你安尼艰苦，最惊无多当来代替你，无人感觉足不好的。你唔通自责，这拢是阿娘家己做出来的罪孽。我不应该听恁阿姑的煽动，今仔才会伫咧阴间受苦。阿娘，你带我来等，我带你转来去，我有办法来到这，我都有办法带你走，你袂阁受苦啊！我带你转来去。阿娘知影你真友好，也毋过你唔通为着阿娘来犯戒，这一切拢是天注定，什么人也无法度改变。我绝对有法度，我已经决心啊！无论我会死，无论我会安怎，我嘛要救阿娘出去，我一定要救你出去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娘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真奇怪，最近我哪会一直做这款的梦呢？这个梦哪会敢若是真的呢？阿娘的手流遐尔侪血，伊阁流遐尔侪汗，哪拢敢若是真的呢？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，梦中之梦，搁较是梦。做梦不做梦，这拢是缘分啊！你也莫想遐尼济啦。阮阿娘就徛伫遐，伊离我遐尔近，我看甲真清楚着。伊伫遐咧受苦，伊咧受拖磨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一定是思念过头去，才会产生这种的幻想。毋是，我看甲真清楚着。迄个所在，有一天真冷的阴风，使人无法度通好忍受。
我想，遐一定就是阴间。这个世间啊，本来就是有阴有阳，有生有死，这是真正常的代志嘛。吼，咱来去做功课，你也莫想遐多。师父，我请你原谅我，我要离开这。哈？你要离开这？啊，你是要去倒啦？我要来去地界。啊？去地界？哎呦，你头壳歹去，头壳歹去，啊去地界？啊地界对倒去，你敢知？我嘛唔知要对去，也毋过我有信心，我一定会当找到。哎，好啦，准讲，互你真正会当落地界，啊你是去要创啥？我要救阮阿娘回来。哎，啊若讲安尼，每一个人拢有你这种的想法吼，阴阳两界吼，都天下大乱啊啦！师父，也毋过我可能命伫咧受苦，所以时势的我都通代替伊，后悔我活伫这世人。师父，请你成全我。啊这，哎，好啦，看你安尼下这么大的决心吼，啊若互你家己一个去，我可能袂放心啦。好，安尼我陪你来去行一转，吼。加起来，感谢师父。啊，唔免感谢我，这拢是缘分啦，吼。黄姑娘，请用茶啦。其实黄姑娘，你家己想啊嘛？我你昨暗嘛，你门床顶啊，边来遮困袂去，边来遐又困袂去，啥物我耳甲拄啊咧鸟咧？你马上伫我的目睭前出现，真好真好。哥哥，你该对我讲甲糖甘蜜甜，甲几工仔无看，我看你早就甲我放袂记啊啦。是黄姑娘啊，你绝对无这种代志啦。其实呢，我是拄啊要来去盐村楼找你尔咧。对啦，你也唔相信哦，会当问阮阿杰啦，阮阿杰啦会当做证明，对无？对啦。是啊，黄姑娘，这届吼不是为着目前的代志哦，咱少爷真早就去甲找啊咧。真是嘞。迄老黄你嘛是真实的咧。其实啦，咱讲真的。像你红红姑娘，生了遐尼美丽、大方、温柔、体贴，耍得搁遐尼水，莫讲我看着介意你啦，连别人看着，喙齿拢就要流落来哦，对无？好啊啦，咱即马无连都还袂掠着，我有心情讲这。对吼，你无讲着无连哦，我都无想起，讲着无连，我就规巴肚火。一大堆人啦，掠袂着啦！你是咧办什么代志啊？我要气死我呢！你莫骂伊啊啦！人我今仔日专工来哦，就是要甲你讲，无论即马秘伫啥物所在。啥？你讲啥？你知无论秘伫啥物所在？有一个叫做有缘的和尚哦，带秘伫辟石寺的山房内底呢。你只要派人啊，甲辟石寺的山房围起来，一定会当掠到伊的。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大家就快过关来救我！紧来救阮！紧的！我马上来！过来是一张吧？小青，你精神还是？是我叫你转来，你放心，我无对你安怎。你即马有感觉身体较好？我现在真袂明白，你一下子救我，一下会搁叫我去害人，
你到底是存什么心嘛？其实人，咱就真侪矛盾甲无奈，就亲像恁阿爹，千方百计要来陷害无人，但是你却是处处来维护伊。这是我的代志，唔免你管。你的代志我是无想要管，但是你毋通袂记，我对你有救命之恩。你救我，是母个是要利用我。不过，我坦白甲你讲，我甲无人表遐个代志，我家己会做决定。我知影你甲无人是做恁大汉，而且你的感情也真好。不过，无人即摆已经出家啊。就是因为已经出家食菜，我免来用去破伊个家。你的嘴虽然是安尼讲，但是你的心肝内还是无得将伊放过。这是我拄才讲的矛盾甲无奈。你莫讲，小静，我实在是想，既然你甲遐尔爱无人，为啥不甲伊成亲呢？我已经讲过啊，我甲无人表遐个代志，我家己会做决定，唔免你着费心机。你唔免去听教，我知影你向真好心，也无愿意欠我人情。只要你若是甲无人成亲，就等于是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，而且啊，可以从你的分配去。也若无啦，若是无钱，你就拄上劫难，分配渐渐断，最后你就沦入魔界。我知影。到时我得甲恁共一款，是无？不过我坦白对你讲，我是永远无可能入咧魔界。小青，小，这就是你拄则所讲的矛盾甲无奈啊！你讲啥物？假使你若是真正爱，你就应该讲啊，何必就安尼咧？严，你莫在后边讲，啊无我对无客气。安怎？你生气啊？哼！你莫假是讲我惊你哦。你，我无要跟你计较。对，你是毋是走去找无人？找无人的代志，何必就爱我出面？你个苦逼通哦，自然会替我办较好势啊好势。春梅，你安尼做代志是会破坏了大事。只要无人罗汉金体无破，就算伊对着阴间，对代志嘛是无啥帮助。你踮遮甲小青谈情说爱，敢讲安尼就会当完成师父交代你母亲？你。贵人，无然，你实在是真歹找，真后两年吼，只想我要走对。阿弥陀佛，柯公主，我毋是已经甲你讲过啊？我并无杀人，为什么你一直拢唔相信我咧？莫讲啊啦，这个世间有大一个杀死人的人，会承认伊家己是杀人凶手呢？啊？哈，交代真多。哎，世间哪有你这种人啊？白白步要共你甲乌，莫然莫插伊，行。来，来人啦！来，行三不论。师傅，我的主强主力嘛，做人理。莫人，莫人朋友，你有要紧吗？莫人，小青，你无死哦？我没时间讲这，有件事，麻烦你先出来走。好，
老小青，你是讲你学两步七啊？你就让出来管人家事了啊？你即马知影我厉害啊吼啊！柯别头，你用这种三流的步数，你敢我算是人性？几个免讲我济啊？恁两个将伊先甲压落，是，来人啦！咱来去将恁两个臭和尚，行。快走！我呢，将恁足家己拢软脚去啊！恁两个这臭和尚啊，好，一声看你要走去倒去啊？哎呀，人都已经互你抬啊，你要搁大开杀戒，安尼敢袂伤过分？过分哦！我甲你讲啊，只要阻挡我办代志人，都一定爱死。我看你乖乖认命吧，啊！你安尼逼人太甚哦，你会受到报应啦！报应哦！我靠啊，背痛啊！食啊大汉，我从小大人阁唔知啥物叫做报应这两字。来人呐！来，把我抬！哎，无人啊，你跳得起的。少爷，这因两个真是个跳落呢，跳进自杀。这个古井深不可测，我敢断定，因两个绝对必死鱼。来，正好，较适合我亲身动手。来人啊！来，找一只大石头，将这个指甲给我放起来。要让这两个臭和尚永世不能超生。阿娘，宝贝，你来救我！莫抓阮阿娘，阿娘，阮阿娘，将阿娘放开！阿娘，阿娘，甲我转来去。哎，是，来，哎，行，你是安怎啦？你可面盲安尼？哎呦，我常常望着恁老母安尼，恁老母都死啊，是要安怎缀你转去啦？来，起，哎，我拄仔才去看到伊，伊伫山骹咧受苦。师傅真正无死，我要来找伊。等下啦，你安尼这着急要创啥？你安尼受伤这么重吼，袂用啊！你这激动，你知无？我受安尼伤算啥？咱娘还伫遐咧受苦呢。这是什么所在？阿娇，这古这底啦，咱足好运的了，算讲命不该绝，你甲看啊，拢无水呢。拢无水。咱哪会食呢？哎呦！这哪门啊？那真奇怪，哪一个树洞遮大个？入去看嘛，入去看。好。师傅。入去看嘛。这以我师父的经验，安尼甲看起来吼，这个所在较早一定捌有人住过。先歇过一下。哎呦，你安尼受伤较重吼，先歇过一下。倒。哎，迄间，师傅，你看，迄间。伤害，明明你是我为了心爱，现
是个成。